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最近印尼終於決定從中國購買42架殲10C 戰鬥機。印尼呢一個決定可以講得話係突破性，對於世界局勢同埋中美爭霸有好大嘅影響。印尼已經係東盟嘅第一大國，土地面積係全世界排名第14，人口係2.8億，其中就超過1億嘅印尼人係鍾意使用 TikTok 呢個社交平台。今次印尼呢一個決定係顯示印尼係有心想增加自己嘅國家實力。印尼唔向俄羅斯購買戰機，我哋都好明白，因為俄烏戰爭同俄羅斯嘅軍售就會係延遲交付。其實幾年前印尼就已經向法國購買42架陣風戰機，不過今天法國都仲未交付得到呢一批陣風戰機。況且5月份嘅印巴空戰，中國嘅殲10戰機係擊落咗法國嘅陣風戰機。咁你要印尼再買陣風戰機，印尼嘅心裏邊梗係驚唔踏實。咁印尼向美國購買 F-15或者 F-16戰機又點呢？又驚美國嘅戰機有後門呢？緊張關頭又起唔到飛。仲有就係美國幫以色列，卡塔爾就受到以色列空襲，美國就冇出手保護卡塔爾。咁你要印尼幫美國買戰機，就真係心驚膽跳啦。咁印尼思前想後，就決定同中國購買42架殲10C 戰機，當然就仲包括埋其他相關嘅銷售、空對空導彈將來嘅維修同埋訓練。全世界都睇到啦，5月份巴基斯坦空戰係贏咗印度，印度嘅失敗就係雜牌軍買晒全世界最犀利嘅戰機，但係就唔係一個整合嘅系統。印尼今次選擇中國，就係因為想要買中國一個完備整合空防系統，將來仲要陸續再購買好似防空導彈。印尼係一個島國，所以係極之需要擁有反艦導彈。唔好忘記印尼嘅南面就係澳洲，係美國嘅盟友，所以印尼就更加唔可以喺軍事武器上係受制於美國。印尼將來仲需要中國嘅預警雷達、無人機、電子戰嘅設備同埋北斗衛星嘅配合。印尼得到中國呢個完備嘅攻防系統，就唔會好似印度咁犯咗呢個錯誤。呢度買啲，嗰度買啲，就冇配合性啦。印尼係希望將來嘅軍備可以堅實可靠，決定中國係最佳嘅選擇。印尼唔係冇決心嘅，印尼都希望能夠成為亞洲嘅大國。今天印尼都同土耳其一齊去研發可汗戰機，最低限度係4代半到5代嘅隱身戰機。印尼又同南韓一同去研發一種多用途嘅戰機，並稱係 KF-21 獵鷹戰機。不過可惜而家係10劃都未有一撇。今天嘅世局係咁混亂，印尼係等唔切啦，要向中國揮手。見到巴基斯坦贏咗印度嘅空戰，印尼自己都有呢個雄心喎。邊一個唔想自己國家更加強大，唔會受到周邊國家嘅威脅同埋欺負？其實今天中國軍售武器俾印尼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。其實兩個國家有軍事武器銷售一買一賣嘅情況出現，係代表咗呢兩個國家嘅關係非常嘅良好。武器將來嘅維修同埋保養，有零部件嘅供應，仲有將來再繼續購買中國嘅其他武器，仲有武器將來嘅更新同埋換代，印尼都會係依賴中國，即係話印尼係會受中國保護，中國又唔會干涉其他國家嘅內政。唔同於美國，中國係唔會利用軍售去干涉呢個國家嘅政策。咁兩個國家建立咗親密關係啦。中國作為大哥大國，幫得你就幫啦，可以幫印尼搞高鐵、搞基礎建設，投資印尼，幫印尼搞好經濟。阿里巴巴、騰訊同埋其他大公司都會投資印尼。喺唔會有排華嘅情況出現之下，印尼嘅華人富商都會係樂於投資同埋搞好印尼嘅經濟。今後中國同埋印尼都會傾掂南海嘅情況，印尼就唔會搞亂南海。印尼作為東盟國家嘅大哥，今後都會成為幫得中國嘅一個中間人，搞好中國同埋東盟10國嘅關係。越南係唔想就南海同中國嘅關係搞彎，菲律賓就冇咗大哥軍事上嘅支持，仲會唔會咁喺南海單獨行動去搞事？
反正等多幾年菲律賓大選嘅時候，小馬可斯就要落台。今次印尼向中國購買戰機就成為一個榜樣。我唔會好驚奇馬來西亞同埋泰國今後都會學習印尼，開始同中國購買軍事武器。印尼會成為東盟國家嘅一個好榜樣，因為印尼係回教嘅一個大國。今後印尼會成為中國同埋其他回教國家接觸嘅一個中間人，藉住巴基斯坦同埋印尼，中國係能夠更加有效增加喺中東嘅影響力。印尼可以同日本同埋南韓喺亞洲爭一日嘅長短，話唔定中國同埋印尼將來極為友好，就會成為一個樣板俾日本同埋南韓睇見。話唔定日本同埋南韓因為俾大哥吸血太盡，而東盟嘅國家就幾好景，就會更加考慮中日韓自貿區嘅可能性。印尼亦都比較近於南太平洋嘅島國，可以收編呢啲南太平洋嘅島國，自己幫下手去締造一個共同合作繁榮嘅經濟圈，加深同中國嘅友誼關係。以上嘅內容係一個趨勢同埋方向。再提多一點啦，而家中國同美國嘅稀土戰，如果中國真係唔提供稀土俾美國嘅軍工企業，將來美國用咗啲劣質嘅稀土，將來美國做出嚟嘅先進武器係唔係真係咁先進，都成一個問題。咁美國嘅盟友係咪真係蠢到要向美國交保護費呢？今天我哋睇到一個前景，就係中國嘅軍工生意係會越嚟越好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，將來就住呢個問題係會再更新嘅。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，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